喺呢個信息萬變嘅時代，健康同埋保障係我哋每個人最關心嘅話題。2025保理醫理第一輯1連7集，我哋將邀請嚟自悠悅醫療嘅專科醫生，探討常見嘅危疾重病同埋一般危疾醫療保險嘅理賠範圍。睇片之前記得先關注我哋 LUA 保協頻道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保協頻道2025保理醫理專輯。我係今年保協會長 Teresa。我哋今日特別邀請到外科專科醫生朱家韻醫生，為我哋剖析被稱為隱形殺手嘅胰臟癌，並且探討醫療保險嘅重要性。朱醫生啊，點解咧胰臟癌咁難去早期被發現咧？係 Teresa， 胰臟癌之所以好難早期診斷，主要有幾個因素嘅。首先，胰臟位於腹腔後，影像嘅檢測咧，譬如簡單嘅超聲波檢查，唔容易揾到細小嘅病變。其次，早期嘅症狀咧，胰臟癌並唔明顯喎，譬如輕微嘅消化不良、輕微嘅食慾下降，往往被患者容易被忽略嘅。此外咧，而家有嘅腫瘤標記 CA199並非100%準確，所以通常都係要用磁力共振、CT 或者內視鏡超聲波做進一步檢查先可以診斷到。哦，咁胰臟癌嘅成因係有邊啲啊？係部分嘅病例咧，同遺傳、慢性胰臟炎、糖尿病、吸煙、長期酗酒同高脂嘅飲食習慣有關。不過咧，我哋遇到絕大部分嘅患者其實並沒有明顯嘅風險因素嘅。哦，咁胰臟癌主要嘅症狀又有邊啲咧？胰臟本身係負責消化同內分泌嘅功能，胰臟喺腹膜後，所以當腫瘤增長嘅時候，有機會出現上腹部或者背部嘅持續疼痛、食慾減退、體重急劇下降，甚至如果撳住膽管嘅話，係會有黃疸嘅情況。而如果胰臟癌係由胰管內乳頭狀黏液瘤，所謂 IPMN 而演變出嚟咧，通常啲患者係透過定期嘅磁力共振、CT 或者內視鏡超聲波檢查發現嘅。咁呢班病者咧，可以早期發現同埋監察其變化，亦都可以早啲治療嘅。嗱，由於胰臟癌咧嗰個惡性程度極高啦，咁確診嘅時候係咪通常已經係屬於危疾嘅保障範圍嘅咧？ Teresa， 你講得好啱啊！不過咧，個具體嘅情況有兩種嘅。第一種咧係發現嘅時候腫瘤已經比較大，呢一類嘅情況咧就極少係原位癌嘅，因為通常已經係屬於惡性腫瘤，甚至已經發展到去中後晚期嘅。第二種嘅情況咧係有啲患者透過監察胰管內乳頭狀黏液瘤 IPMN 嘅時候，發現癌症嘅蹤跡。呢一種嘅情況底下咧，有機會發現嘅係原位癌。咁從保險嘅角度嚟講，如果屬於原位癌嘅話，就會按照早期危疾嘅情況作處理嘅。哦，咁確診之後咧，其實係有邊啲治療方式㗎？係。如果腫瘤仍屬於早期，有時中期啦，仍然可以做切除嘅治療嘅話，切除手術會係最有效嘅方法。但係如果癌症已經擴散或者比較後期嘅話，就需要化療。咁就有時候亦都需要配合標靶治療嘅。呢一啲嘅治療方案其實費用都唔平嘅，有時候單次嘅手術可以高達幾十萬港幣嘅費用嘅。哦，咁喺治療過程當中咧，醫療保險咁又可以提供乜嘢或者係邊啲嘅幫助咧？保險咧可以大大降輕患者嘅經濟負擔，但係購買嘅時候都要留意保障嘅範圍。譬如一啲創新嘅療法可能唔喺個保單嘅範圍之內。另外，手術嘅併發症係咪屬於同一個病期？長期嘅營養支援同埋護理嘅費用係咪涵蓋咧？呢啲都需要特別注意嘅。嗱，咁其實咧咁樣正係真係可以凸顯咗啦醫療保險嘅重要性啦，特別係對於嗰啲 IPMN 啊呢類可以監測嘅病變咧，
同埋係及早篩查啦，咁並可以咧合理咁樣嚟到去規劃保險咯，可以嚟到去降低未來嘅健康同埋財務嘅風險啊！嗱，今日咧我哋好感謝朱醫生嘅專業分享啦，亦都提醒大家注意自己嘅身體健康。嗱，一連7集嘅2025保理醫理第1輯，暫時講到呢度。再次感謝遊悅醫療團隊同埋咧大家嘅支持，期待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